大年30晚上，婆婆讓懷孕4個月的我做年夜飯，旋不讓我上桌。我沒鬧一招，讓她徹底下壇。廚房裏的蒸汽模糊了林曉棠的視線，也苦也模糊了她心中那條原本清晰的界線。鍋碗瓢盆的交響曲中，她一次次撫摸着微微隆起的腹部，那裏有一個生命，正感受着她的委屈與不甘。4個月了。醫生說胎人很穩定，但要避免過度勞累和情緒波動。可今天，他從早上8點站在這裏，到現在下午5點40，整整站了將近10個小時，沒喝過一口水，沒坐下休息過1分鐘，腰像是被人從中間截斷了一樣痛。客廳裏傳嚟婆婆周秀蘭的笑聲，尖銳又刺耳，像指甲劃過黑板。她在笑什麼？在看春晚預熱節目，在跟小姑子視頻通話，在跟老公炫耀自家有方。林曉棠不知道，她只知道自己已經做完了12道菜。12道雞鴨魚肉煎炒烹炸，樣樣齊全。而婆婆旋在喊：曉棠啊，再做個糖醋排骨。成澤最愛吃你做的糖醋排骨了。林曉棠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。好媽，她的聲音很輕，輕到像是在跟自己說話。井號02，林曉棠和鄭成澤烈婚2年了。2年前，他是他們縣城出了名的白富美，父親開了個小鵪，母親是小學教師，家境殷實，長相出眾。追求他的人從城東排到城西，可他偏偏看上了鄭成澤。一個普通的公司職運，月薪8000，未房沒車，父親早逝，母親周秀蘭是個退休工人，性格強勢，所有人都說她不值。她媽媽說：女人，你嫁過去就是去伺候人的。她說：媽，她對我好就行。她爸爸說：她媽媽那個人，我在街上見過，不好相處。她說：爸，我又不跟婆婆住。她太天真了。烈婚後，鄭成澤說：媽一個人住孤單，我們先跟她住一段時間，等她的應了再說。一段時間變成了2年。這2年，林曉棠從一個被父母捧在手心的獨生女，變成了一個圍着鍋台轉的免費保姆。每天早上6點起床做早餐，晚上10點洗完碗才能休息。婆婆的挑剔從不停歇，菜鹹了，地沒拖乾淨，衣服未燙平整，說話聲音太大，笑得太大聲，回娘家太勤快，買的東西太貴，每一條都是1根刺，扎進去拔不出來。鄭成澤呢？他說：我媽年紀大了，你讓讓她。他說：他一個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你體諒體諒。他說：你別跟他一般見識，他就是嘴上不饒人。嘴上不饒人，那心裏呢？心裏什麼時候饒過他？井號03，曉棠，魚做好了沒有？婆婆的聲音又衝客廳傳來。好了，媽。林曉棠把魚盛出來，紅燒鯉魚，色澤金黃，湯汁溶郁。
魚頭朝那邊？林曉堂擰了一下，他低頭看了看盤子，魚頭朝左。朝左，他說。朝左。婆婆的聲音陡然拔高，你應該朝右。朝我這邊。我是長輩，你忙了嗎？林曉堂的手指在盤子上收緊，他深吸一口氣，把魚頭轉了個方向。對不起，媽，我重新擺一下。算了算了，都做好了，船能怎麼樣？婆婆的語氣裏帶着嫌棄，像是在施捨怎麼天大的恩情。林曉堂咬着嘴唇，沒說話。他端起魚，準備端出去。等等，婆婆又開口了。怎麼了，媽？我正要跟你說件事。婆婆衝客廳走進廚房，站在門口，上下打量着林曉堂。林曉堂穿着圍裙，臉上有油煙熏出的紅，額頭上全是汗，手背上旋有被油濺到的燙痕。她看起來很狼狽，而婆婆穿着新買的暗公式羊毛大衣，頭髮燙了新式樣，脖子上戴着林曉堂結婚時送的金項鏈，那是林曉堂用自己的彩禮剪給她買的。媽，怎麼事？婆婆清了清嗓子。今天晚上你自己在廚房吃。林曉堂以為自己聽錯了。怎麼？我說你今晚在廚房吃，別上桌了。婆婆的語氣平平淡淡，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。為怎麼？這是我們老家的規矩。懷孕的女人年30不能上桌，對胎人不好，也對家裏長輩不吉利。林曉堂瞪大眼睛看着婆婆，她腦子裏飛速轉着。結婚2年，她從來沒聽說過鄭家有這個規矩。鄭成澤的姐姐鄭美琳懷孕的時候，年30是在主桌上坐着的，她親眼見過。她旋記得鄭美琳當時坐在婆婆旁邊，婆婆給她夾了一筷子魚，說多吃點，給孩子補補。那畫面清清楚楚。媽，林曉堂盡量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。我怎麼記得美琳姐懷孕那年？那是特殊情況。婆婆打斷她，眼神閃了一下。美琳那時候身體不好，家裏人都擔心，所以才破例的。你就別記覺了，為了孩子好，委屈一下。我忙了一整天，做了12道菜。我知道你辛苦。婆婆的語氣軟了一瞬，又立刻硬了回去。但規矩就是規矩，我也是為你好。等佩霓讓成澤給你端點菜過嚟，你就在廚房吃，安安靜靜的，多好。說完，婆婆轉身要走。媽，林曉堂叫住她。婆婆回頭，成澤知道嗎？婆婆擰了一下，隨即笑了。我跟他說過了，他說聽我的。這句話像一把刀，直接捅進了林曉堂的心臟。他說聽我的，他說聽我的。鄭成澤，她的丈夫，她肚子裏孩子的父親。他說聽我婆婆的。林曉堂的手開始發抖，不是因為冷，是因為憤怒，是因為絕望。好，他說我知道了。婆婆滿意地點點頭，轉身走了。
林曉棠站在原地，看着婆婆的背影消失在廚房門外，然後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肚子，4個月了，微微隆起。醫生說要保持心情愉快，要避免壓力，要多休息。她今天走了多少步？2碼、3碼。她蹲下，彎腰，轉身，端鍋翻炒幾百次、幾千次。她深呼吸，然後繼續做菜，因為她知道，如果今天她不做完這頓飯，明天婆婆會在所有親戚面前說：我那個危媳婦啊，大年30都不肯做頓飯，你說她有多懶？她不想被這樣說，不是因為怕被議論，是因為她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，在這個家裏，她說怎麼都是錯的，她做怎麼都不對。她哭是矯情，她笑是假笑，她沉默是心裏有鬼，她說話是不尊重長輩，她怎麼做都不對，因為她本來就不該在這個家裏。井號04，7點整，年夜飯開始了。林曉棠站在廚房門口，透過半透明的玻璃門，看着餐廳裏的場景。鄭成澤坐在婆婆右手邊，西裝革履，面帶微笑。他舉起酒杯，跟婆婆碰了一下。媽，新年快樂。婆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條縫。新年快樂，兒子。鄭成澤的姐姐鄭美琳和姐夫孫志強坐在對面，帶着他們5歲的兒子浩浩。浩浩在椅子上蹦來蹦去，筷子敲得碗碟叮當響，未人管他。浩浩，別鬧了，吃菜。鄭美琳隨口說了一句，然後繼續跟婆婆聊天。媽，這魚是誰做的？挺好吃的。船能是誰？曉棠做的。婆婆夾了一筷子魚，還行，就是稍微鹹了一點。林曉棠在廚房裏隔着門聽到這句話，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手上有3道傷口，切菜時切的。船有2個水泡，端熱鍋時燙的。船有一片紅，油煎的，鹹了一點。她做的菜不鹹不淡，剛剛好。但她知道，在婆婆嘴裏，永遠不會剛剛好。要麼鹹了，要麼淡了，要麼老了，要麼生了，要麼顏色不好看，要麼擺盤不好看。總之，永遠有毛病。媽，曉棠呢？怎麼沒見她？鄭美琳突然問。林曉棠的心提了起來。她啊，婆婆的聲音輕描淡寫，在廚房呢。我們老家規矩，孕婦不能上桌，對胎人不好。哦，這樣啊。鄭美琳沒再問了。就這樣，就這樣。林曉棠等了一輩人，她在等鄭成澤，等她丈夫說一句話，哪怕是媽，讓曉棠出來吧，大過年的，哪怕是一句。可她等來的是鄭成澤的聲音，媽，這道排骨是曉棠做的吧？味道對了，我就愛吃她做的排骨。對，她做的，你不是最愛吃嗎？我特意讓她多做了些，你多吃點。然後是一陣筷子碰碗碟的聲音，然後是浩浩的尖叫聲，
然後是所有人的笑聲。林曉堂的眼淚終於掉下來了，她轉身走回灶台前。灶台上，婆婆讓鄭成澤給她端的菜就放在那裡：一碗白米飯，一碟青菜，3塊排骨，沒有魚，沒有蝦，沒有雞湯，沒有那些她忙了一整天做的菜，只有這些。靜的，她聽到婆婆在客廳說：給她盛點靜的就行了。懷孕的人吃不了多少。林曉堂端起那碗白米飯，看着那幾粒米粒，她沒吃。她拿出手機，給閨蜜沈夢發了一條消息：夢夢，我好像做了一個難的決定。沈夢的回覆幾乎是秒回：怎麼了？出什麼事了？林曉堂把情況說了一遍。沈夢的回覆像連珠炮一樣襲過來：什麼狗屁規矩？我奶奶就是你們老家的，我從小到大從來沒人說過這種話，這是在欺負你。你老公呢？死了嗎？她說引婆婆的。操！你等着，我馬上過來。別，今天是除夕，你別。消息傳沒發完，沈夢已經發了個定位，距離林曉堂家1-2公里。我在你們小歐附近串門，5分鐘到。林曉堂慌了。夢夢，別來，大過年的。他的話旋沒打完，門鈴響了。井號05，客廳裡的歡聲笑語戛然而止。誰啊？大年30的。婆婆的聲音帶着疑惑。我去開門。鄭成澤站起來，走到門口。門開了。沈夢站在門口，穿着一件黑色羽絨服，臉上的表情像是要去打架。沈夢，你怎麼來了？鄭成澤拎住了。我來看看我閨蜜過得怎麼樣。沈夢的聲音很大，故意讓所有人都聽見。她一步跨進門檻，眼神在客廳裡掃了一圈。婆婆、公公鄭國強、鄭美琳、孫志強、浩浩，所有人都在餐桌上，圍着滿桌子的菜，吃得正歡。唯獨不見林曉堂。曉堂呢？沈夢問。她在。鄭成澤支支吾吾。在廚房。沈夢替他回答了。他大步走向廚房。廚房的門被推開。林曉堂坐在一張小板凳上，面前是一碗白米飯和一碟青菜，圍裙上沾滿了油漬，額頭上旋有沒擦乾的汗，眼眶紅紅的，明顯剛哭過。沈夢的眼睛瞬間攻了。曉堂，夢夢，你怎麼真來了？林曉堂站起來，聲音有些啞。走，跟我出去。沈夢拉起他的手。別走。沈夢依着林曉堂，大步走向餐廳。餐桌上所有人都抬起了頭。婆婆的臉色變了。這位是？婆婆皺眉。我是曉堂的朋友沈夢。沈夢直視着婆婆，請問阿姨，為怎麼讓一個懷孕4個月的孕婦，大年31個人在廚房裡吃飯？婆婆的臉色更難看了。這是我們家的規矩，孕婦不能上桌。怎麼規矩？沈夢冷笑，
我奶奶就是你們老家隔壁村的。我從小到大，從來沒聽說過雜麼，孕婦不上桌的鬼話。那是你孤陋寡聞。孤陋寡聞。沈夢的聲音拔高了。阿姨，你確定你不是在偏規矩？結婚2年，你讓曉棠給你家當牛做馬，連年夜飯都不讓上桌，你這婆婆當得可真威風啊！你婆婆氣得滾身發抖，你一個外人，憑雜麼來我家撒野？我是外人，曉棠是你們家的人，你們又是怎麼對她的？沈夢指着滿桌子的菜，這些菜誰做的？你做的嗎？婆婆噎住了。我做的。沈夢替她回答。12道菜，從早做到晚，腰都要斷了。結果呢？連口飯都不讓上桌吃。媽，鄭成澤終於開口了，要不讓曉棠出來吃。你閉嘴！婆婆瞪了他一眼。你向着誰？鄭成澤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。沈夢看着這個窩囊的男人，心裏一陣惡心。鄭成澤，你老婆被人欺負成這樣，你連個屁都不敢放。我問你，你老婆大年31個人，在廚房裏吃剩飯，你在外面大快朵頤，你有沒有良心？鄭成澤低下頭。你媽說孕婦不能上桌，你這懷孕的時候怎麼就能上桌？你告訴我，這是雜麼道理？鄭美琳的臉色變了。那是特殊情況。雜麼特殊情況？你身體不好，你家浩浩不是健健康康生下來的嗎？沈夢一點也不給他面子，全是說你們家的規矩是外人可以上桌，人媳婦不行。這話說得很重，重到整張桌子都安靜了。井號06。林曉棠站在沈夢身後，看着這一切。她看着婆婆鐵青的臉，看着鄭成澤低垂的頭，看着鄭美琳閃爍的眼神，看着順志強假裝看手機，看着浩浩茫然地啃雞腿。她突然覺得很可笑，可笑她這2年一直在討好這些人，可笑她以為只要她夠好、夠懂事、夠聽話，他們就會接納她。可他們需要的從來不是一個人媳婦，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婦人，一個可以無限壓榨，永遠不需要回報的婦人。曉棠，沈夢轉過身，你船有雜麼話要說嗎？林曉棠看着鄭成澤，成澤，他說，你媽說的這個規矩，你真的同意嗎？鄭成澤抬起頭，目光在母親和妻子之間游移。他終於開口了，聲音很小，曉棠，要不這次就算了，給我媽個面子。給你媽面子？林曉棠笑了，眼淚順着臉頰往下流。那我呢？我有沒有面子？不是。我忙了一整天，做了12道菜，腰痛得直不起來，手臂切了3道口子，被油燙了2個泡。你知道我有多累嗎？鄭成澤張了張嘴，說不出話。你知道嗎？林曉棠又問了一遍。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坐在那裏，吃我做的菜，喝我泡的茶，聽你媽使喚我。
你從來不知道我有多累。客廳裏安靜得能聽現時鐘的滴答聲。曉棠，你太矯情了。婆婆突然開口，哪個女人不造反？哪個女人不懷孕？就你嬌氣。林曉棠轉過頭，看着婆婆，她的眼神變了，不是以前的逆來順受，不是以前的委曲求全，是冰冷的、決絕的。媽，她說，你說的對，哪個女人都造反，哪個女人都懷孕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我也是別人家的女人，我爸媽把我養大，不是為了讓我來給你們家當牛做馬的。你要是覺得我矯情，那我不矯情了。林曉棠解下圍裙，扔在地上。從今天起，我不配再給你做一頓飯，不配再給你洗一件衣服，不配再聽你一句使喚。你反了天了！婆婆尖叫起來。我沒反，林曉棠說，我只是不想再委屈自己了。她轉身對沈夢說，夢夢，我們走。走？沈夢愣了一下，就這樣走了？就這樣？可是，走。林曉棠拉着沈夢往門口走。曉棠，鄭成澤終於站起來，你別走。大過年的，你去哪？回我家。可是，成澤，林曉棠在門口停下，回頭看了他一眼。我給你一個機會，你現在跟我走，我們回我爸媽家過年。這件事我船可以原諒你。你不跟我走，這輩子都不用來了。鄭成澤站在那裏，像一根木樁。他看着林曉棠，又看了看母親。成澤，婆婆大聲喊道：你敢跟他走試試？鄭成澤的腳步剛邁出一步，就停住了。林曉棠看着他的腳，那隻腳懸在半空中，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落。他等了3秒鐘，然後他笑了。我知道了，他說。他轉身打開門，走了出去。身後傳來婆婆的聲音：走了就別回來，我兒子不缺你一個。離了你，他照樣過得好。門關上了，走廊裏很冷。林曉棠穿着那件沾滿油漬的毛衣，站在電梯前。曉棠，沈夢把羽絨服退下來披在她身上。你未事吧？未事。林曉棠說，但她的聲音在抖。不是冷，是心寒。井號07。電梯門開了。林曉棠和沈夢走進電梯，門剛要關上，一隻手伸了進來。等等，是鄭成澤。他追出來了。曉棠，他喘着氣，我跟你走。林曉棠看着他，沒說話。我剛才想明白了。鄭成澤說，我碼不對。我不該讓你一個人在廚房裏吃飯。我跟你回你爸媽家，你媽同意嗎？你媽不同意，對不對？林曉棠問。鄭成澤低下頭。成澤，你回去吧。林曉棠說，你跟你媽過一輩子，別禍害我了。曉棠，你別這樣。電梯門要關了。林曉棠按了一下關門鍵。曉棠，等等。
門關上了，鄭成澤的臉被夾在兩扇門之間，一點一點消失。林曉堂閉上眼睛，電梯到了地下車庫。沈夢的車停在那裡？上車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車。上車，沈夢不由分說，把他載進車裡。車子開動了，車窗外的街道空空蕩蕩，只有偶爾幾輛車經過。大宮燈籠掛在路燈上，在寒風中搖晃。遠處有零星的鞭炮聲。林曉堂靠在座椅上，一隻手放在肚子上。孩子船在，船好。夢夢，他突然說，我想去醫院。怎麼了？不舒服，肚子有點痛。沈夢的臉色變了。你撐住，我馬上開過去。車子加速了。林曉堂閉上眼睛，感覺到腹部一陣一陣的抽痛。他咬着嘴唇，沒讓自己喊出來。10分鐘後，到了醫院急診室。沈夢衝進去喊醫生。林曉堂坐在輪椅上被推進了檢查室。井號08。走廊裡，沈夢一個人坐着。他給林曉堂的媽媽打了電話。電話那頭，林媽媽的聲音幾乎是崩潰的。你說什麼？大年30，我女人在醫院。阿姨，你別急，醫生正在檢查，應該沒事。我馬上過來。電話掛斷了。20分鐘後，林爸爸和林媽媽衝進了醫院。林媽媽的眼睛紅紅的，顯然是哭過了。曉堂呢？我女人呢？在檢查室裡。沈夢站起來。怎麼回事？好端端的怎麼攰？沈夢把事情簡單說了一遍。林媽媽的臉色越來越難看，到最後，她的嘴唇都在發抖。他們讓我女人一個人做飯，全不讓她上桌。是。懷孕4個月，從早做到晚，連口飯都不讓吃。是。林媽媽轉過頭，看着林爸爸。林爸爸的臉色鐵青。我打電話給鄭成澤。林爸爸拿出手機，電話接通了。鄭成澤，你現在給我滾到醫院來。我女人要是有個3長2短，我跟你們家沒完。電話那頭傳來鄭成澤慌亂的聲音：啊，曉堂怎麼了？你船有臉問？滾過來。掛了電話，林爸爸坐在椅子上，雙手捂着臉，肩膀在抖。他在哭。這個50多歲的男人，在自己女人出事的時候，終於綁不住了。檢查室的門開了，醫生走出來。誰是林曉堂的家族？我們都是。林媽媽衝上去。病人目前情況穩定，胎人暫時沒有危險，但是她出現了先兆流產的症狀，需要住院觀察至少1週。先兆流產？林媽媽的聲音都變了，怎麼會這樣？主要是過度勞累和情緒波動導致的。醫生看着他們。孕婦需要絕對臥床休息，不能再有大的壓力。作為家族，要多體諒她。林媽媽點點頭，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可以進去看她嗎？可以，
但不要太多人，也不要太久，他需要休息。井號09病房裏，林曉棠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手背上插着輸液管。看到媽媽進來，她的眼淚一下子就衝了出來。媽，別哭，別哭。林媽媽走過去，握住女人的手，媽在呢，媽在這。媽，孩子船在嗎？在，醫生說未事，你別擔心。林曉棠哭出了聲，這2年受的所有委屈，在媽媽面前，終於可以釋放出來了。媽，我好累。媽知道，媽都知道。林爸爸站在床邊，紅着眼眶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他只是伸出手，輕輕摸了摸女人的頭。這個動作，他上次做的時候，林曉棠全是個小女孩。門被推開了，鄭成澤衝進嚟，臉上全是汗。曉棠，他衝到床邊，想要握住林曉棠的手。林曉棠把手縮了回去。你出去。他說。曉棠，對不起。我說你出去。鄭成澤拎住了。你沒聽到我女兒說的嗎？林爸爸上前一步，當在鄭成澤面前，讓你出去。爸，別叫我爸。林爸爸的聲音大得整層樓都能聽到。我女人嫁給你2年。你讓他過的是怎麼日子？大年30，他一個人在廚房裏做飯做到腰都直不起來。你們在外面吃好的喝好的，連口飯都不讓他上桌吃。你這個丈夫當得可真好啊！鄭成澤的臉色慘白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林爸爸冷笑，你媽讓他一個人在廚房裏吃剩飯的時候，你在幹什麼？你在吃他做的排骨。你說，我就愛吃他做的排骨。你吃得可真香啊！鄭成澤張着嘴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滾！林爸爸指着門口，我女人不需要你。鄭成澤站在原地，像一棵被雷劈中的樹。他的眼眶紅了，嘴唇在抖。曉棠，他的聲音在發抖。我對不起你，我知道我錯了。你給我一次機會。林曉棠閉上眼睛。成澤，他說，聲音很輕。我問你一個問題。你問。我嫁給你2年了，你媽欺負我多少次了？鄭成澤說不出話。你幫我說話了嗎？沉默。你站在我這邊過嗎？沉默。你媽說孕婦不能上桌，你也知道這不是真的規矩。你這懷孕的時候就上桌了，但你跟你媽說了嗎？你替我爭取了嗎？沉默。你怎麼都沒有做？林曉棠睜開眼睛，看着天花板。你怎麼都沒有做？因為在你心裏，你媽永遠是對的，我永遠是錯的。不管她做怎麼，你都會說她年紀大了，你讓她。不管我受了多少委屈，你都會說，你別跟他一般見識。成澤，我也是人，我也有父母，我也是被捧在手心裏長大的。我嫁給你，不是因為你們家多有錢，不是因為你能給我怎麼，是因為我以為你愛我，
我以為你會保護我。林曉棠的眼淚又流了下來。可我錯了，你誰都能保護，就是保護不了我。病房裏安靜極了，鄭成澤跪了下來。曉棠，我求你了，再給我一次機會。出去。林媽媽說，我女人需要休息。鄭成澤跪在地上，不肯起來。我叫保安了。林爸爸說。鄭成澤終於站了起來。他看了看林曉棠，張了張嘴，最終什麼都沒說，轉身走出了病房。井號10。1個月後，元宵節，林曉棠坐在娘家的陽台上，曬着太陽。胎人已經5個月了，肚子又大了1圈。她已經出院了，身體恢復得不錯，醫生說一切正常。她沒有回鄭家。這1個月，鄭成澤來了無數次。第一次帶着鮮花，被林媽媽擋在門外；第二次帶着營養品，被林爸爸轟走；第三次帶着婆婆來了。婆婆站在門口，臉上的表情像是吃了廠刑。她說：曉棠，媽知道錯了，你回來吧。林曉棠透過茅眼看着她，沒開門，因為她知道婆婆的知道錯了，跟鄭成澤的再給我一次機會一樣，只是說說而已。他們如果真的知道錯了，不是1個月後才嚟說的。他們如果真的知道錯了，不是等到他差點流產才嚟說的。他們如果真的知道錯了，不是等到他走了之後才後悔的。他為怎麼走了他們才後悔？不是因為他們知道錯了，是因為他們發現，沒有他，這個家轉不動了。沒有他，未人做飯了，未人洗碗了，未人拖地了，未人買菜了，未人引婆婆使喚了。他們不是想讓他回去，他們是想讓一個免費的保姆回去。林曉棠不傻，她只是以前太愛鄭成澤，所以假裝自己很傻。現在不愛了，她比誰都清醒。井號11。元宵節晚上，林曉棠在自己家吃了團圓飯。他爸媽做了滿滿一桌子菜，全是他愛吃的。他媽給他盛了一碗湯，趁熱喝。謝謝媽。他爸給他夾了一塊魚，多吃點，給孩子補補。謝謝爸。他吃着吃着，眼淚又掉下來了，不是因為委屈，是因為感動。原來被當成家人的感覺是這樣的。原來真正的團圓，不是坐在一起吃飯，而是你在這個人面前，不需要忍，不需要裝，不需要討好，你只需要做自己。井號12。吃完飯，林曉棠坐在沙發上看元宵晚會。手機響了，是一個陌生號碼。他接了，喂，是林曉棠女士嗎？我是鄭成澤的媽媽，周秀蘭。林曉棠擰了一下，婆婆換了個號碼打過來。阿姨你好，曉棠啊，婆婆的聲音裏帶着哭腔。阿姨求你了，你回來吧，家裏沒有你，實在不行了。成澤天天不回家，我一個人在家，
飯都不攰做。林曉堂聽着，心裏很平靜。如果是以前，她會心痛，會心痛婆婆一個人在家未人照顧，會心痛鄭成澤下班回家連口熱飯都吃不上。但現在她不攰了，因為她終於明白，她心痛別人，誰嚟心痛她？牙醫，她說，離婚協議我已經找律師寫好了，房子是我的婚前財產，我會拿回來，其他的該怎麼分就怎麼分。離婚？婆婆的聲音拔高了，你瘋了？你懷着我們鄭家的孩子，你想離婚？正因為懷着孩子，我才要離婚。林曉堂說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在一個不尊重母親的家庭裏長大。你，阿姨，對不起，我這邊還有事，先掛了。他掛了電話，然後把手機關機。窗外，煙花一朵一朵地在夜空中炸開，絢爛美麗。林曉堂摸着肚子，輕聲說，寶寶，媽媽以後不會再讓任何人欺負渣門了。肚子裏的小家伙踢了一下，像是答應了。他笑了，這一次是真的笑。